国道1号杨梅休息站去年初发生电动车弄昏过道事故，造成4人死亡、4人受伤。云南会公布调查报告，讲这台车超速，而且驾驶辅助系统无法度随判断飘线，驾驶员也无警觉，才会造成意外。目前高工局已经针对休息站入口的车道进行改善。 车西交流道要入去杨梅休困站，这个分隔道正正因为整体道路机械配置对车的操作较不利，和杨梅休困站自2021年启用了到去年5月，连续发生14件冲撞的伤亡事故。尤其去年初发生的电动车弄分隔道事故，4人死，4人受伤，所以这么要改善路线。进来路口已经改过，所以进来的动线其实还比较蛮顺的。 再怎么改，也是开车上也是要小心一点啦。云南会立即公布调查结果，认为驾驶进前有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的习惯，但是发生迄当阵可能有启用系统，系统无及时辨识标线，造成车偏离车道，驾驶果无及时发现无减速才会弄到，车果超载，整体道路的机械配置对车的操作不利，交通工程设施也无法度有效降低风险。 扩大这个豪化区的这个范围，就可以降低碰撞的一个风险。另外，在这个分隔岛的岛头会增设碰撞防护设施，去降低如果车辆失控撞击到分隔岛事故的严重程度。专家学者认为，道路安全的使用，除了要有完善的整体交通设施的规划以外，也要注意袂使超载。 国人认为小孩多几个没关系，都挤得下嘛。事实上，在安全上面是有顾虑的。车被撞击的时候，是车子的结构破坏造成这个小孩的伤势，也可能小孩撞小孩啊。那 ADAS 它虽然好用，但是呢，可能会使得反应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拉长。希望他们在整个使用的用途上面呢，能够完整的说明。云南会建议对新建的道路工程，或者是重大道路改善计划，按附道安检核机制，小客车的出租业者伫交车的时阵，要甲租车的人说明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要注意什么代志，希望多方面注意，避免搁发生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